中华关联合国小合唱团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到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。这学校特别邀请捌去过外国比赛台村国小、甲新竹的桃山国小来做交流，因为安排台语歌原住民歌调，希望透过歌曲唱予民众来听，认捌到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，也让这个囡仔人呢有机会用母语唱歌予世界听。 中华大川国校合唱团的学生唱的这首《大庄囡仔爱唱歌》，是合唱团的自创歌曲，用台语小解故乡的特色。2023年，佮捌去波兰表演过。咱即届唱的《大庄囡仔》是要甲咱这20年的故事，咱的迄辛苦。 互大家听，安尼台语歌唱起来有台湾土地的故事，佮有台湾故事的感情。我希望囡仔呢，因为咱透过咱家己的母语来熟悉咱家己这块土地所有的文化、所有的特产、所有一切的风景甲特色。我嘛希望讲，咱用咱家己的语言唱予全世界听。中华市滨河国校举办合唱团交流活动，除了邀请中华的大川国小，佮有新竹县的桃山国小，两间国校的合唱团拢有去国外比赛的经验。这边活动有安排台语歌，佮有排湾甲阿达亚的歌调，希望透过交流，互囡仔认捌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。 教了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文化，还有原住民的文化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台湾的原住民，然后唱起歌来就能够更融入在这个文化的意境里面。3所学校呢，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族群文化。孩子来到这里，我相信会更拓宽他们文化教育上面不同的一个观点，然后能够学会更尊重、更欣赏我们台湾岛上所有的一个多元的文化这样。 滨河国小表示，因今年7月要代表台湾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合唱比赛，举办交流活动，就是要分享比赛经验，让爱唱歌的囡仔拢有机会徛伫世界舞台，用家己的母语唱歌予大家听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